欲爱不好。你这人呢，要有一种情欲，情欲呀，欲望，这种欲望呢，就是帮助爱。我的爱里呀，增长智慧。我爱你是就是你自己的一样宝贝，用钱买不来的宝贝。那么你要把这个宝贝丢了，不容易再把它找回来。你不把自己的这个宝贝丢了，